艾瑪帶住溫和嘅好奇心穿梭喺城市入面，佢嘅日子裏面滿係觀察嘅碎片，駐足欣賞從水泥地中鑽出嚟嘅野花，同街頭小販打趣閒聊，有時仲會特意繞路，只為再睇一眼自己中意嘅嗰幅壁畫。同人相處時，佢會全神貫注；獨自漫步時，亦可以自在鬆容。艾瑪嘅眼裏藏住對遠方嘅渴望，佢嘅計劃好似陣雨咁變幻不定，有時會臨時抽一個下午去散步，有時又會加入一班陌生人喺公園即興玩起遊戲。佢從來唔被日常慣例或身份角色所束縛，而係跟住直覺，沉醉喺城市生活嘅簡單美好中，自在地活住。然而，可以卻截然不同。佢自帶一種吸引力，渾身散發住溫暖，嗰份樂觀總能輕易感染身邊嘅人。佢天生兼具領導力同同理心，總能敏銳淡感知他人嘅情緒，有時甚至會因此忽略咗自己。無論係喺平衡世界中調解矛盾，定係喺繁忙嘅路口幫陌生人指路，可以嘅真誠同真切關懷都能夠喺每一次互動中顯露無遺。但係喺佢自信嘅外表下，藏住一份執着嘅渴望。佢希望能夠帶嚟真正嘅改變，渴望建立更深層次嘅聯結，就算呢個意味住要敞開心扉，承擔風險，亦都唔惜。佢哋呢場命中注定嘅相遇，既平凡又充滿悸動。真實隨性嘅艾瑪，笑住化解咗嗰場小意外，而可以被佢嘅坦率同純粹嘅活力所打動，內心泛起一陣漣漪。佢察覺到咗一種罕見嘅特質，眼前呢個人既可以活得熱烈鮮活，又可以保持內心嘅本真。嗰次短暫嘅交集，令可以停留咗遠超預期嘅時間。喺直覺同對有意義聯結嘅渴望驅使下，佢忍唔住疑惑，點解唯獨呢次相遇會喺自己心中揮之不去？每一次從艾瑪嘅肢體語言中讀懂嘅信息，每一次感受到嘅心動瞬間，都喺張可以深深吸引。呢份吸引無關好奇，而係源於真切嘅着迷同期待。呢個唔單止係一個關於擦肩而過嘅故事，更係關於兩個複雜靈魂恰好準備好彼此聯結嘅故事。艾瑪隨性自在，活喺當下，可以善思多慮，願為內心認定嘅真誠冒險。佢哋嘅故事喺城市燈火同未講出口嘅情愫中緩緩展開，一切啱啱開始。